西元1705年，当时清朝的台湾府城起城墙，就是为了守护家园。到了2005年，拄好是府城建成300周年。伫国土保存再生文教基金会结合民间团体号召，5月9号即天选定下晡5点25分，将号召万人围城。7号上午，政府甲民间协力，先来到城大小东门宣传，希望透过府城300系列活动，来认识这座历史城市的文化资产。台南有非常丰富的历史环境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头比较难感受到尤其是我们的城墙已经消失了，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大家站在以前的城墙边就是很简单，你就知道说你现在所处的地方是以前的城墙。这些事情呢，事实上都不是一个单一的单位可以完成，所以如何让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个城？那如何认识城内的生活、城外的生活？如何串联这样子的一个资源？我相信其实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5月9号动工，就参照安尼，伫府城各大城墙发起围城快闪行动，再现政治生成。同时，嘛做伙地上一区纪念碑，用一区旗牵起这场盛大行动。当然，活动是一时，希望加深学生对台南这块土地感情才是要紧。其中响应的建兴高中老师嘛，透过社团综合活动来规划结合府城300美食文化课程。原来以前台南的小吃是来自不同的米来做成的，那也透过这样的课程，学生也很实地的去踏查店家，然后走访很多庙宇，然后他们就会对这块土地产生更多的感情。我上个礼拜刚好也在建兴国中跟学生们谈这一件事，那连国中生都知道，这个时代已经不是透过逐城来保护自己了。那到底我们在这个时代要保护的是什么？我们面对的难题是什么？这个其实才是我们想抛出来跟大家谈的事情。到时上庆典气氛的府城园游会，沿城已经串联超过59间的店家，并会提供4000份餐点饮料，欢迎民众下晡5点进前到指定店家领取，数量有限，就要把握机会。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